这个时候，让我们有一颗欢喜的心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阿们。首先，我们用台语圣诗246首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咱来吟台语。上帝听他领过一切，一定把你降落地，求你让我秘密心内献出你的大恩来，求主你是主秘密，你的听无限顺境，将你救阮一世人，今日阮行遐的事，是上帝听通赢过一切，赢过世间一切。